主厨好时刻，来，阿龙哥，今日要教大家做乜个好食的米粉料理。现做啊，主要咩是米粉啊。我今日嚟做冇窮樣，向我哋炒米粉做米粉湯。係啊，米粉主要兩種啊。係，做唔得。今日嚟咧做一種啊，冇窮樣嘅。咁樣嘅。要好食咯，我就古早味黃金餅。古早味黃金餅。古早味黃金餅同米粉冇乜關係。第一款是啲嘢，我哋講。一做出嚟我做一叫。差唔多10分鐘以內就挺好啊。唔快，有乜講？人米粉冇泡水。係啊，我冇窮樣咩？啊，古時候你啊，向大家一天來都卡做料理啊。是講一天來從咁講嘅愛浸水啦，愛過水啊。唔是我等下教你最簡單嘅。哦，其實米粉湯多種啊。看樣係八邊。哦，你一下，我麻煩你哦。聽書咪嘅。我嚟切菜。撈米粉啊，撈我10個。10個啊。生米粉啊。係啊，生米粉。啊，難的事情向來做。來上。滾水哦。是講我濕一樣嘅。我濕熟啊，不用客氣。我要滾，10個滾是做得咧。開火。冇，我睇火呀。係，我用冷水，我變正哦。我變正啦。好，冷水做得咧。好，接落來吼。好，冇問題。客家人吼，米粉是當有名啊，較早吼，冇買好送，最近送埋送米粉啊。哪有我這時候送小型酒店送米酥啊？梗係下好啊，我較好啊。誒，個高清下好，人要送嗰種嘅小型酒啊，普通春節米粉甜啲啊，米粉貴百幾春節下嘛，電爐係冇？誒，冇看過人送米粉嘅了。你係年紀未讓我差唔多吧？哦，唔係而家講係嘅。當當你講嚇，你還有人較早有過嗰種嘅嘅送米粉咯，小型酒嘅嘅試台，馬上被揭穿。我哋啊，嗱蒜頭、韓國辣椒，你算切油吼，你啊春節切好咧。點樣米粉我炒？唔是炒，冇咁麻煩啊。米粉唔是炒嘅？唔是，要濕熟就做得咧。哦，你說我應該說嘅吧？哦，做得啦，做得。哦，嘅滾水吼，不用客氣啊。10個滾起來，哦，從啱啱就做得咧。哦，原樣就好啊。家父哥講，浸過，係冇錯。該一天來係用炒哦，一定要先浸不軟。哦，相信唔是很麻煩啦。你下脆，你按到咩米粉？你按到脆粉啊。哦，脆粉，它因為它不純米啊。哦，佢唔會團體。係，還唔會團體。哦，你一下撈佢變質，係變咗。好來，10個。好嘞，一點就冇大聲。拿過來，個人表演哈，唔是炒嘅米粉，我想做拉麵。對啊，有冇人？好，來，你當簡單咯。你一下，你米粉啊，10個咧，基本上差唔多會熟，啊，差唔多會熟。你一下嚟烤軟，哦。呀，烤軟啊！咁樣是生嘅就炒過來嘛？也其實哦，未生嘅啦，吼，嚟烤檢查一下，吼，一下安全啦。咁啊，一顆蛋壞了哈，整個都壞了。2隻、3隻、4隻。我變化很多亂哦。上次啊，亂咪快啲自己做啲出啦。哦，5隻。哦，5隻是做得。一紮米粉，5粒卵。係。卵就比米粉還貴了。我哋下我用胡椒粉。大白來的是跳啊，一般是係辣的。好。用到鹽。這份鹽。哦，我要來啊！你來啊！關多咗，這個一啲啲的湯，你要盡量吼，慢慢唔好用，不要米酥啦。哦，用啲啲湯就得啦。安個，用湯，安依咧調油，啲啲的，落到嚟哦。哦，
你下麻烦你，留佢咔咔，看看哦，看看不会看。不会吼，不会吼。當簡單，我叮當會做料理啊，你下麻煩的事情。你2年前有冇感覺？哎呀，唔可以講啊，你真好講吼。其實哦，你今日欠我做嘅米粉啊，我咁講啊，炒米粉哦，做米粉湯哦。大家鄉親啊，山西群咯，梗係未會做啊，阿龍哥你做嘅，哎呀，咁簡單呢。哦，那你就沒有怎麼煮？最少未喺胡歌咧做。哎，魚嘛？好，你啊差唔多咧。哦，仲落啊？係，春節落嗬。你下木馬。撈到腰，嚟，春節倒落去，春節倒落去，倒落去，倒落去，倒落去。全部啊？有冇啊？冇打爽啊。哦，我呢片白白啊。那唔平咯。要素啊？你下木馬唔會甩啦。冇開牙嚇，嗰陣條嘅。你下出菜啊，當簡單，未當鐵片。樣板為做你下出菜啊。因為啊，你下捲魚按到，發出名按到花蓮煎麵。花蓮煎麵。花蓮有煎麵？有煎麵店。哦，花蓮煎麵。先而家講少，講真嘅講假。做啲。你氣唄啊？煎涼麵啊，擦擦啊。冇用鋪，有試過因為台南按到鱔魚意麵，廣東廣潮麵，佢用鋪嘅，佢用鋪嘅，佢係唔放鉗啊，佢用適當多油，你米粉又係冬粉啊，叫佢雪油啊，鋪一定係雪油啊，你叫佢用煎嘅，用煎嘅，一啲啲油就會，一啲啲油做得米粉啊，嚟煎過叫咪會擦擦，已經等下長煙做緊嘅鱔魚意麵咁樣，佢鋪過麵啊，等下炒料，嚟佢醃上去。邊個人講？cái酥酥嘅麵，cái蛋白油油嘅醬，anh今日準備係豬腳肉，還有anh呢菜脯、蒜頭、卷菜，anh炒啲啲的辣辣，anh 食起啊像熱天啊，因為食飯食啲出。嗰陣第一講嘅米粉，食起來係車車嘛？有啲啦，有啲啦，有啲啦。你唔試過嗬？唔試過，我看咗睇唔晒，我看唔上過。我先等下哦，我麻煩你一件，乜嘅事情？係啦，當簡單嘅，讓我變面。我做拍唔到，我樣樣我變啊，按太。成龍大哥這麼看得起我。聽說你的店是還蠻大的。沒有，謝謝給你。我剪了，剪到啱啱。等下看住啲，當醬，仲要按鋪菜啊，好。你我變我聽下講哦，我變嘛。我連播歌全講。有冇一醬吼？醬。放出黑米粉。其實啊，你還有多種嘅做法啦。你未做得，然後該用嘅菜脯啊，要該豬肉啊，也下公寸寸掉落去，然直接煎。哦。該切開來是像披薩咁樣。哦。該地位有料，但是可能炒一隻香菜是做得雪川。哦，你也差唔多咯。用埋個面。一定好啦。哦。我睇下。做得啦。嘟好黏黏喎。因為變看看嗎？冇，係唔想我上海牙切下。變面變到。係啊，變面膜。唔係，跟啲叫咩要賣嘅用嘅燙傷藥膏。差唔多牙切。差唔多牙切。好，喺就個變過來。你下邊咯？唔辣擦哦，擦掉啊。我哋火開得慢掉哈。其實啊，你一把我用5粒卵。哦，你做得用3粒，係未做得。唔好講用5粒嚟較拄好呢。好實用。好，一下。最重要的時刻重盤。你會笑。嘟好。好，酸過哦。結束咧 ，N G V。就是要冇白醬就好誒。蠻好。好嚟，嗱個咧 A 呢豬腳肉。我哋有冇用油嗬？要食辣冇？有食啦。
我炒炒一啲辣辣嘅係咪哦？係，好，就過來呢呢菜脯，俾乾咯。好，就講呢蒜條、辣椒，哦，芹菜哦。係，安尼看起來同食。誒菜脯啊，以前嚟攞去炒一下，啲味絲啊又會出來。嗯。哦，你做咩菜脯啊？冰落去是飲是冰水，該冇乜意思啊。啊，有講過，有講。安尼將菜先炒下。誒，你下當香皮看看。冇難夾，我嚇到。好，嚟啊，攞一啲嘅豆瓣醬，我哋下冰下去阿妹愛。係啊，姜鹹。就過來冰一啲嘅水。啊，冰水。用都是用麻婆豆腐。好，你要講香了哈。嗯。然後再過來調味絲，把胡椒粉，再過呢香油。香油。誒係用我鉗粉嚟嘛？哦。係。我鉗粉嚟嘛？係。我先準備嘛。用啲嚟就得。呢個好。要感覺要辣嘅。但冇斷到。要辣，我可能速度係要提供要辣咧。自助你。阿妹愛。唔該，用湯。有啲嚟辣啦。有啲辣啦。誒唔食辣吧？我食啦，可是哦，真辣啦。嗯。好，鉗粉嚟哦。你看，加啲啲嘅水。其實啊，胡哥講啊，其實你叫飯啊，你當我啊，這叫落就會啊，唔是吃到米粉去哦。來看一啲啲粉啊，一樣會，老個你沒當過。通知吧，飲強下，哦，漂亮吧？醬。哦，這叫爽葉啊！哇哦！其實啊，山西人家說吃巧，你沒有用半音要去變化，用了一啲的痛氣吧，佢就會軟化起來，像餅一樣。哦，米粉不變化的，你真很厲害。真的，給你一個讚。我給你一個讚，我給你一個讚。雖然米粉是我燙的，還有個還要擺盤啊。哦，來，乜嘢啊？菜名係乜嘢啊？我們古早味黃金餅。好，試看啦啊！古早味黃金餅，準備蘿蔔乾、豬腳肉、芹菜、辣椒嘅蒜頭切幼幼嘅準備。米粉用水燙過以後留起來，打亂落去，再加鹽、胡椒粉、糖、調油，攪拌勻。冰嘅煲嘅湯煎到金黃色，沙丁填豬腳肉。蘿蔔乾、芹菜、辣椒嘅蒜頭炒煸香，再用調豉醬、胡椒粉、香油、米酒、水、糖炒到黏咪，起鍋前見到嘅粉嘅，之後填炒好料嘅，放到黃金餅蛋糕好食嘅米粉料理就做好咯。